来41，来吞上尾一个单元哈，最后一单元的第一次把空隙啊。冬眠啊，真的有感。真的叫不起来哦，不要再冬眠了啦。你几夜啊？有生病吗？有感冒，他流感，然后还来。你若作息不正常，把暗时要无咧困。来，41。对。Hello。好啊未？好了没？还有事吗？104页。好啊来，海洋跟大气的互动。咱是讲咱的地球哈，袂讲啥？来，具体来地球哈，分这岩石圈，都有啥？水圈。有3个。海洋圈。应该有水圈啦，好，水圈差不多啦，水圈大部分是海洋啦，不是只有海洋。再来个这边大气圈，其实都有一个生物圈。唔过是咱地科的范围，迄是1年级生物的范围。咱地科的范围，内底3种：岩石圈、大气圈甲水圈。咱岩石圈工作做，袂咱的陆地。这个单元讲的是水圈和大气圈的互动。伊算关系足歹啦，关系很密切。咱讲。对几种，第一类潮汐，咱讲的海潮啊、海潮，咱这里讲潮汐，咱讲的是涨潮、退潮会受到什么影响？会受到什么影响？还袂讲煞，我甲多让恁先讲啊，你有啥物代志，请讲的，我等你。刚好啊，若好啊，我开始上课啊。咱的潮汐咱这单元讲咱对咱的生活上有啥物影响啊？生活上的影响。潮汐具体讲为主要是月亮。其实太阳的影响，这咱无个重复啊。咱这种规律性有什么影响？会让发电，潮汐会让发电，利用潮差来发电。来，养殖业，这个朋友的双因食物要怎运作有你过朋友无？无哦，无。去佚佗看卖，我建议坐迄个远东航空，办一个远航码，去澎湖走马拉松，我去走一抓，我走了远航就倒去啊。伊办在11月，你知
朋友迄个所在吼，澎湖啊地方伊的旅游旺季吼，伊4月有一个花火节，它从4月开始旅游开始，然后到暑假之后会一个高峰，到8、9月了后吼，迄朋友人讲，哦，你莫来啊，是安怎？冬天的澎湖啊，迄东北季风起来啊，哦，你去啊澎湖啊，你袂扛起来，受不了了。哦，那个风大到啊，不成样。所以我迄阵11月哈，东北季风已经很强了。而且迄阵跑马拉松为马公吼走到跨海大桥，啊个等来都要42公里。后来那一阵哈，出发从澎湖到那个马公到跨海大桥那一趟哦，逆风。还好刚开始前半程是逆风，后半程比较累嘛。哦，所以后半程回来的时候哦，虽然很累，可是风啊推着你往前跑，啊，风推着你往前跑。所以迄个澎湖这个所在吼，啊，不过澎湖本岛跟七美这个双溪石沪又隔了，可能你坐船也要蛮久的。啊，列浪这回低，一大界这个样子了哈。为什么要建成这个样子？好像心心相印哦，所以那个情人到那边去哈，象征心心相印。一度假节里本来是俩仪的啦，好，没有那么浪漫，说给你做成心心相印。这鱼群从这边进来，为家收进来，然后呢，现在这边当然还会过来。现在是说它的开口像会漏斗安呢，很容易就进来。啊，要退潮了，伊爱处理，结果呢，这个开口都小，所以大部分拢冻伫遮，当然有这个无小心收过你也歪去，就冻掉的呀。好，所以可能要来10只，啊，才可能1只出去，啊，才再出去10只呢，可能各有1只为遮走出去，啊，剩的呢，拢留伫遮，所以渔民的退潮了啊，鱼仔拢捕起来，好，把鱼都捞起来，啊，都不用去抓鱼，也不用渔网，啊，我就一次排这个食物白料啊，外联啊1、2鱼啊，好，所以伊利用这个水位变化来鱼啊，好，所以这是潮汐，啊，你敢有人去爱钓鱼啊？啊，敢有人钓过鱼啊？啊，有，我生平钓过2次鱼，啊，不你卖个找阿姨钓一下。我高中的时候，阮高中的一个同学找我去钓，去曾经有钓，伊个特别去买迄种大红蚯蚓，迄足粗的红蚯蚓哦，啊，伊过人去，结果我伊曾经有钓伊，我伊早去大比啊，啊，伊拢一直钓，结果钓哦。内心小受挫折，不相信我这么没有钓鱼的天分。果然，皇天不负苦心人，有物件，哦，搁真重哦，大鱼哦，搁那也没妙，那是死鱼吗？又起来，哇，一只蝎子。那是我半天的收获，钓到一只不知道谁丢进去的蝎子。从此他约我去钓鱼，我就不去了。可第2次为什么去？第2次是我行业的硕士班生，我毕业旅行到澎湖去玩，其中一个行程就是坐船去海钓冷点金。去钓2个小时，那时候没有钓竿哦，他就在分一个钓线给你。啊，迄阵的鱼饵吼，是用咧目蚱啊、壳裤、加的，啊，你鱼饵就撑落，啊，你人放落。啊，有的人吼就足紧哦，
下去拉上来，大家拢钓着同一种鱼啊，真水，大概巴掌大而已，掌心大而已，全身通红的，伊叫红新娘啦，我唔知伊有家己名。啊，大家拢钓着，几乎都钓那种鱼。啊，我甲阮一个好朋友，硕士班好朋友，阮伫即边钓，安怎认真拍拼去钓，佮钓无鱼啊！啊，看迄边那个船的那边，因为阮坐船啊去啊，看着船迄边迄边的同学拢定钓啊。我讲，哎，无咱换位者，可能风水无好，啊，我就甲伊换位，结果伊换过来，我是一直钓，啊，我换过伊也嘛是用钓。阮是有一个同学本只钓哦，爱都忝嘛吼，总啊甲鱼钩，叫鱼钩吼，总啊带去水，啊总啊倒伫船顶咧困者，困起溜起来一尾，嘿，啊结果阮2点钟到啊，我甲阮同学一点收获也没有，结果我边仔的同学吼，伊个安怎？要走啊！传老大说：“大家都有收获了吼，我们要回去了。”万叶同学说：“一开始与心战喊话，来吃哦，来吃哦，不吃我们要走了、哦。”有效呢，对啊，那对吼，他那个鱼捞上来吼，你那鱼钓上来，你第一个动作爱啥？爱甲鱼钩。背起来对无？背袂起来，啥人背袂起来？迄个船长就过来看哦，背袂起来，原因船长无法度，为什么？伊甲鱼钩吞去巴肚内底啊！本来鱼钩应该在嘴里，对不对？他鱼钩吞到肚子里了，所以那鱼钩拔不出来，船老大也没办法、啊。落尾杀一个家刀，甲鱼先家刀，因为阮迄鱼仔吼拢收集好，暗时要煮汤。伊讲大家食啉汤食鱼仔吼较细腻的，你嘛有鱼迄个复仇。你勾我，晚上吃的时候我不小心我又被勾了，我被自己的鱼钩勾到，人家报应哦。你知道最后得一个结论，专播刚刚我无解决，这是我生平唯2次钓鱼的经验。同时我就再也不钓鱼了。有人很喜欢钓鱼啊，有人觉得钓鱼很好啊，很好会很好的啊。如果你一直没收获，你也不会觉得好。到这个潮汐哈，第2个波浪，海波浪，波浪。咱因为波浪是伫咧靠岸的所在吼，咱的海浪的波动到岸的时阵会拍水，迄叫波浪，所以这其实无啥，啊，不过吼你要注意哦，平常时的浪拢是做细，依照阮细汉时阵吼，我爸因为是跑船的，所以他之前念海专，所以我爸是很会游泳，所以他念轮机科，他以前都当海军。我爸游泳很厉害，所以小时候伊就带阮去游泳，伊偌残的呢，伊安怎教游泳的？伊上一个人问迄个游泳教练说：“教练，我问你哦，怎么教女孩子游泳？教女孩子游泳，我告诉你，你要轻轻扶住她的腰，然后呢，等一下，那女孩子是谁？我妹啊，踹下去就好了啊。好，干仗回合啊，差别待遇啊。我爸就安尼哦，我爸带阮去海水浴场哦，给我等下哦，无插完哦。我那时候年纪多小，我忘记了。小到那种还没穿泳裤的年纪，就是你穿短裤尔，嘿，做细汉哦，无免买泳裤，就是短裤就海边啊。迄个
我把蛋呢，无炒完哦。我还记得，因为很矮小啊，耶，太硬安尼，中完，我整个人就一直翻哦，然后我还去撞到那个底下的那个沙滩哦，好甲在一起冲起来，更为我无啊，不过这样才学会游泳，这样就会了啊。不会游泳归会游泳哦。我后来去游泳池学游泳。恁有人会让连续有没有人可以连续游不停游600公尺？有人会让这个连耍任何姿势都不要紧，我是自由式啊，一定爱会让换气啦。无你无可能游600公尺。我想让他问，你会让游600公尺的人哈？狗爬式。你狗爬式，狗爬式比蛙式还难。你狗爬式你要一直头维持在水面上呢。游狗爬式是很累的呢。潜水艇，会潜水艇。你会当连耍游600公尺，上不来。你可以让一2名啊救生员训练。经过训练，考试及格。等啊！你救生员考试及格哦。你个一张证书给你打工你会让你做救生员。时薪比你一个加油站多好几倍哦。不过你有一天你就做救生员哦，你要注意，你唔通顾甲水小姐开讲聊天哦，结果边有人饮死。你要往检察官起诉我这个业务过失致人于死哦。所以救生员都要很小心哦。救生员他也自己不敢下去游泳，因为你下去游泳，你就看不到那个。可能游泳池那一边有人在呼救，很危险。我有考过但是那个证书2年有效，2年完不用再考，不过你要回去重新受训，他才会重新发证书。我3年证书我无做过救生员，不过我有一个好处，依照阮大学生，我们到那个私立游泳池门票是32块，我有救生员执照，拿给他看，只要2块，2块是保险费，他的门票费32加2块保险费，你等于说你免门票啦，他给你2块钱，只收你2块钱，好，这是好处。他一般是收什么？票啦。你爱看你的证，不然2天后我无回去，你留证书就到期失效。你要拿世界上最无聊的行业是什么？让我讲啊，奥运比赛游泳会场旁边的救生员，因为都是会游泳的。里面的每一个都比我会游。不过规定还是要，所以他们应该是不会有事干。怎么奥运选手不可能还要人家救生啊？所以他是获选为全世界最无聊的工作，根本不会有事干。会不会？对啊，做歹讲哦。迄比赛收紧张、伤气、跳转心脏病发作。开玩笑，心脏病可以让代表这国家队选手，这应该是无可能的代志啦。阮以早去读师大的时阵阮师大有水上运动会，阮运动会时阵，阮物理系有派代表，阮大一入的时候，阮学长就走来甲我讲，学弟，你们有没有会游泳的？学长讲，阮同学讲，你这种好像会。学长说，
跟早安请示说，学弟你会游泳哦？我说我是会啊，我是除了蝶式之外，其他都会。蝶式我只能游过去，我就游不动。他学长说，来，我们有水域，你要比赛，可是报告学长，我会游泳是会游泳，可是我不会跳水。你知道游泳池边，你想去游泳池跳水，只有救生员，没有。他骂你是因为跳水如果不小心我曾经有别个学校的高中有游泳池的迄学生跳水栽落头去撞到那个池底，这一撞伤到脊髓，一辈子坐轮椅。因为我们以前游泳池有3公尺深，一边3公尺深，一边0.75。你3公尺，那你知道怎么跳，也不可能撞到池里。不过1公尺多的，你栽尾，你头弄掉，头卡有的连命都没了。你不要说那个，你如果跳不好，平常只是这样子，反正掉水上来，你白白安尼落去骗一个水花起来，你规个胸腔拢红嘞，有够过瘾嘞。我迄时安尼是水上尔叫我班学长讲，学弟，你不要跳水不要紧，我帮你报仰视。你看过仰视吗？有啊。仰视开是一个对距离嘛，他就是在池边嘛，然后枪声一响，蹬抢出去嘛。所以全部要报仰视因为我们一个人可以报3样，他就说那你就有50仰视、100仰视、200仰视。我讲好啊，仰视我就 OK 啦。结果水运去，我才知道被骗。想哪样来？一个系上会游泳的很少，而且一个人只能报3样，可是游泳的项目很多，所以阮迄系队队长一个黑白杀别人的名报，结果阮5人个会晓游在池边伊就安尼看，用物理系的，来，你已经休息够了学弟来，100公尺蛙式，居然蛙式要跳水嘞，我不会跳水。你就下去就对了啦。跳水姿势又不是，你又不是比跳水，你比游泳啊？你怎么下去不会有人管你？我生平第一道反正你要硬着头皮上去啊，减入物理机100倍还办嘛？1倍，就接下来裁判，biang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在水里了。我既然到水，我就开始游了，游回来我学姐我学姐边游泳池边迄学姐是校队伊讲我这种，你那叫跳水我觉得你是被裁判的枪声吓一跳掉进水。有这么丑吗？听着我来讲一个上午，我就游了6项比赛。只要有物理系的，不管是我名字就上去。结果等我自己到大3，我接了系队队长。我干了跟学长一样的事，跑到1年级的学弟那边说：“你们有没有会游泳的？”没有。那个谁我跑去跟学弟说：“学弟你会游泳这个周末记得来啊。”然后学弟说：“哦好。”他就来了。然后我就看那个节目，50自由式最短的我是用我一个随便拿我那个同学的名字来报的。我就学弟来。那个50公尺自由式很短游得完学弟说可以啦，来你去物理系，你叫什么名字检录的时候记得学弟就去了，然后我就想说好找到人游了，
还有油，然后呢，我就安心了嘛。这个亮男嘛，我就看到我那个学弟枪声一响，一个完美的曲线入水之后，啪一路领先，而且那个速度之快，我讲嘿校队的教练本家在他们开杠眼角去瞄到，因为我是系队啦，系队优秀的都入去校队，校队人教练拢捌啦，无人游遐紧的啦，游遐紧的一定都认识啦。他看到说，那个是谁啊？我那学弟还没游完，教练已经在水道岸边等他，等他一触墙，免讲嘛第一上来，教练马上冲着他，什么系的，叫什么名字？还有学弟跟他讲，我要讲哪个名字？我要讲真实姓名，还是我来冒名顶替的名字？后来讲，他那场比赛只差0.02秒破校运纪录。我等来我同学也要屌，你找人冒名顶替我没有意见。你不要找那么厉害的好不好？万一破纪录怎么办？我的命都跑到那个纪录栏上，反正到时候追查中公报名顶替。后来我才知道，我那个学弟从国小开始就是校队选手，国小、国中、高中他都是校队选手。后来我们有那个学弟当枪棒，我们在那个接力，因为那是个人项目啦，我都有接力啦，我接力只要叫他游蝶式，我村的3棒都是轻松自在的游。你知道会游蝶式的高手跟不会游的那个差多少？蝶式，我的蝶式第一棒出去我的学弟来回通常都要游100，接力都是游100，因为他那个是50最短的，50自由式可是水道等一抓等来个50公尺嘛，伊都要来回，你来回，你等来他这一棒游完了别人才刚转身，所以我们后面的那个花式、自由式、仰式，我们都是轻轻松松的，我们就拿金牌了，因为蝶式已经领先人家太多了，有那个高手在那边有空真的要去学游泳，游泳是伊嘛是很好的运动，还很少像运动这样，它在某个时候还可以救你的命，甚至可以救别人的命。无其他的运动有这种好个啊。再加上游泳本身，它就是一种很好的运动。海啸来，你注意听困的无怪你啦，我来讲。有些尝试，有些姿势，你可能恍神睡着没听到，可能只是少考几分。有些是性命相关，尤其是自然科。自然科有的姿势你唔知影，有的现场挂掉的，说这个东西。本来应该国中理化就教，唔知影命丢掉。来，我这个讲到没听过的，你最好不要碰到。东南亚大海啸，听过今天有几件代志英国，我记得是英国的一个女高中生，对出的人去东南亚要度假，伫海边佚佗，迄个高中生做的专题就是海啸。无伊嘛，即世人捌拄过海啸，伊伫咧海边看到一个异象，
正好是他专题找资料的时候，海啸会出现的异象。他一看到，吓到，赶快冲回去旅馆，各因处理的人，甲会当，迄个叫着的人，全部赶快往后撤退。无偌久，海啸规个拼来，无叫着还是无信道也，都挂了。死多少人？他们家全家得以保全。什么意象啊？一个水退去，他发现海边的海水迅速的退走，退潮嘛不要紧的。啊，有啥物代志啦？你创啥？他看到这个状况，因为你很难看到说，海浪就是一波一波的嘛。可是突然间瞬间，但那退潮是慢慢那退到很远，可是它一瞬间，那个海岸的海水突然急剧的退走。这急剧的退走就是大海啸要来了啊！它海水要退走，然后你就会看到一堵墙哦，黑海水墙可以高到10公尺以上哦。你若无照那个海水的墙10公尺，超过10几公尺的墙就过来了哦。所以他马上警觉，这是海啸，因为他在收集资料的时候。有收集到这一段，救了全家人的命。所以我讲，有的东西无听到减科几分啊，无啥。考试减几分啊，哪有啥？有的知识不知的，你难保哪一天遇到，你就丢了。再来，天鬼106页，杨柳。你说他的问题啊？就地震才会发生海啸吗？大部分是地震引起，大部分都是地壳变动引起的。来，那块洋流，洋流的海水流动，我唔知你有看过一出比赛。嘛，做过一集的卡通片叫《海底总动员》，他是方丁尼莫，他还拍了第2集。好，他《海底总动员》里面那个主角那条鱼在里面曾经走过一个像海水的高速公路，有没有？你有印象吗？就所有的水中生物都顺着那条高速公路一直在跑，然后他走进去就好像上了高速公路，也跟着一起前进。那个是洋流。整团海水这样快速的流动，它是地球自转所造成的。这是中国大陆，这是美国，这是太平洋。你看这个太平洋洋流有几道，它都是1年4季都是这样顺时针，这一次到，安尼走，所以照所谓的平中性。你会当3个玻璃杆甲你写一个情书好啦，把单位平中性封起来，把那个瓶子为海水甲单，谁捡到这个瓶子，谁捡到这个评书我爱你，就经过几个月之后，有人来找你了，从非洲来的黑人爱上你，他怎么看得懂你写的字？有人真的做这个实验比美国的海岸他当然不是，他当然要用那个很多文字去写啊。伊做科学实验，给做这个洋流科学实验伊来内写讲我几月几号丢下去的，如果你捡到我的联络方式 email 什么你帮我告诉我你在哪里捡到的，对 Q 点2P Q 点，
好，你回报给我，因为我咧做课研究实验，真正美国遐蛋吼，无几个月了，互日本人捡到哦。因为你根据这个洋流，它就会这样飘啊，这瓶子漂洋过海啊，如果没有被什么鲨鱼、鲸鱼吃到肚子里的话，当然它不一定会搁浅到海滩。啊，如果好死不死它搁浅到海滩，哪有人？你啊，把这干那当做粪扫去回收啊，你又无啊？哎呦，啊，客人这干那内底是写啥？拍开来看卖，一抽批，内底佫有迄落，伊佫拄啊，可能有写日文，而且佫有写英语，那个日本人看得懂英语，啊，怎么联系啊？而且咱知影讲，伊经过偌济时间漂洋过海到这边去。这个洋流，咱台湾伫遮，所以咱上条的洋流叫做黑潮。这地理有上过吧？地理课应该有讲到这啊。伊是赤道的温暖洋流，所以伊的颜色偏深，所以咱叫伊黑潮。黑潮，你若西部遮黑潮的主流经过咱的东岸，黑潮的支流会为台湾海峡遮行。无呢，你也伫夏天的时阵，因为东北季风，有没有西南季风，这支流的跟主流一样都上去。你也伫寒人冬天的时阵，季风会吹这沿岸流，你看这107页这图，沿岸流伊会带乌鱼过来，乌鱼上计带着乌鱼子嘛，无你有食过乌鱼的肉无？乌鱼的肉其实无好食，无乌鱼子好，无咱这乌鱼拢掠无啊，是安怎？互中国伫咧上游拦截，无伊拦截伊个品种也无好啦，因为伊遮未成熟诶，游到台湾较成熟，伊先掠，无伊掠伊无啊，无咱只有用饲诶，乌鱼上贵个乌鱼子、乌鱼筋嘛，另外像鲨鱼肉也不好吃啊，鲨鱼又贵在什么？鱼翅啊，所以鲨鱼很可怜。然后我纯粹讲解，咱海洋资源要了啊，所以你要选择吃那个的时候，你无代志走去食鱼翅嘛，无你的时间就啥？你要结婚，那个餐宴一定会让你点有什么？有时候会有鱼翅，你若想到影片内底鲨鱼被割掉鱼翅，然后整个又丢回海里，躺在海里等死。你最好不要点那个，因为你点那个鱼翅就是造成这种状况。鲨鱼很大，它的肉又不贵，鱼翅很贵，我把肉载回来不符合经济效益，所以鱼翅割下来，鲨鱼还没死，但是就等死。你若规只河来，全部人食，只会个珍珠刷，咱一般食鱼拢安尼嘛。无鲨鱼就是有这个原罪，变成这样。另外布拉鱼也嘛少食的。你莫讲布拉鱼，布拉鱼不是一种鱼它跟什么丁香鱼不一样。布拉鱼是所有可以长成中鱼、大鱼的鱼宝宝还在吃奶水的人，因为有人把那个买了一盘布拉鱼，一条一条排出来，每一只都是不同的，它以后都会长成中鱼、大鱼。结果它还在吸奶水的时候，被你一盘几只啊！一口你不要说一盘啊，一口就吃掉多少只了你这样子吃下去以后，海里面还会有鱼吗？你说那个有钙质拜托一零古灵就好啊嘛！你想要被爱吃布拉鱼，喝牛奶也有钙质啊，你不用从布拉鱼身上取得这个钙质嘛？所以我们吃这些东西有时候是为了
之后的下一代去着想，啊无真正害你也要看鱼啊，你要以海参馆呐，要海就变成一片死寂了。你安怎了无？咱即摆像黑尾鱼啥，食鱼啊吼，你要优先挑养殖鱼。你嘛卖食爱伤大的，旗鱼、尾鱼那个大型鱼类也不要吃，太小跟太大的不要吃，这是原则啦，这是原则。所以咱家讲煞吼，所以咱的沿岸流在冬天就被黑潮就被逼着往这边流，这是夏天跟冬天在台湾海峡这边黑潮支流，但是主流一年四季都是往北，好，咱今天讲到这。